续要来讲这个臭牛啊，有的地头讲做臭青牛啊，危害到奶子甲环境。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用生物的防治法来压制到这臭牛啊来生产，要来降低高恒的危害，提高到农民的收益。这是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和中兴大学合作举办无人机使用脂肪酸钾盐示范观摩会，未来若是成效袂歹，嘛会扩大来办理。脂肪酸钾盐呢，它是归类在我们的免登之材里面，就是说可以适用在有机园区，希望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废弃盐滋生这个荔枝春香的问题。无人机防治伫欧美国家已经做几啊年，会当来减少农民果子行的损害。伫现场嘛有放平北芳，希望会使来防治奶子臭牛啊。让这些贫富小蜂能够在那边再繁衍下一代，在自然界里头，它的族群能够稳定的成长，达到平衡抑制的作用。希望透过生物防治的方式，减少果子行的损害，来增加农民的收入。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